譬如從長遠嚟睇，事情會點樣發展，其實我都唔知道咩係長遠。也許係10年、20年或者差唔多嗰個時候，對我嚟講，嗰係長遠考慮。我預測工作將唔再係必須嘅、選修嘅，我哋接受。係嘅。我嘅意思係佢呢，咁樣就好似參加體育運動、玩電子遊戲之類。如果你想工作，你知道就好似你可以做嘅咁，你可以去商店買咗菜，或者你都可以喺自己後園種菜。自己後園種菜係難好多，但係有啲人都會咁做，因為佢哋鍾意種菜。將來工作就會變成嘅係自願嘅，都幾有趣嘅。我估如果你冇得救遠，假設 AI 同機械人持續進步，呢個都幾大機會發生。錢將來會咁嘅意義，喺未來某個時刻，錢會變得唔再重要，貨幣會變得咁意義。但係 AI 同人形機械人其實會消除貧窮，而 Tesla 都唔會係唯一一間做呢啲機械人嘅公司。我覺得 Tesla 會帶頭做呢樣嘢，但係之後會有好多其他公司都會做出人形機械人。但係其實要令到每個人都富有，基本上都係一個方法，就係靠 AI 同機械人。